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年裏邊，我哋教會邀請咗唔同嘅同工同埋執事，為大家每日讀出不同嘅經文，鼓勵弟兄姊妹可以按着當日嘅經文，喺你另外嘅時間繼續去閱讀同埋默想，讓我哋喺今年2025嘅預苦期，能夠與主同行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係3月23日。今日嗰個題目係講關於持守聖潔嘅規定。經文記載喺民數記4章1至20節。個內容係講哥轄嘅子孫負責搬運會幕裏邊嘅至聖物。拔營出發嗰時候亞倫同佢嘅兒子先進入聖所，按規定用指定嘅覆蓋物遮蓋所有嘅聖物，然後把槓子穿過去，之後輪到哥轄嘅子孫進入，將聖物抬喺肩膊上運送。哥轄嘅子孫要額外留意，避免因為觸摸聖物而招致死亡。今日個經文喺民數記4章1至20節，第1節，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：你從利未人中將哥轄嘅子孫總數，照他們嘅家室宗族，從30歲直至50歲，凡前來任職在會幕裏辦事嘅，全都計算。哥轄嘅子孫喺會幕搬運至聖之物所辦嘅事乃是這樣。起營嘅時候，亞倫和他兒子要進入，摘下遮掩櫃嘅幔子，用以覆蓋法櫃，又用海狗皮蓋上頭，再蒙上純藍色嘅毯子，把槓穿上，又用藍色嘅毯子鋪喺陳設餅嘅桌子上，將盤子、調羹、奠酒嘅爵和杯擺在上頭。桌子上也必有常設嘅餅，在其上又要蒙朱紅色嘅毯子，再鋪上海狗皮，把槓穿上。要拿藍色嘅毯子，把燈台同埋燈台上所用嘅燈盞、剪子、立花盆並一切盛油嘅器皿全都遮蓋，又要把燈台和燈台嘅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裏，放在台架上。在金壇上要鋪藍色嘅毯子，蒙上海狗皮，把槓穿上，又要把聖所用嘅一切器具包在藍色嘅毯子裏，用海狗皮鋪上，放在台架上。要收去壇上嘅灰，把紫色嘅毯子鋪喺壇上，又要把所用嘅一切器具，就是火鼎、肉刷子、鏟子、盤子，一切屬壇嘅器具都擺在壇上，又鋪上海狗皮，把槓穿上。將要起營嘅時候，亞倫和他兒子把聖所和聖所的一切器具遮蓋完了，哥轄嘅子孫就要來抬，只是不可摸聖物，免得他們死亡。會幕裏這些物件是哥轄子孫所抬的。祭司亞倫的兒子以利亞撒要看守的是點燈嘅油同埋香料，並獻嘅素祭和膏油，也要看守全會幕與其中所有的，並聖所和聖所的器具。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：你們不可將哥轄人的支派從利未人中剪除。他們挨近至聖物嘅時候，亞倫和他兒子要進去，派他們各人所當辦的、所當抬的，這樣待他們，好使他們活着，不致死亡。只是他們連片時不可進去觀看聖所，免得他們死亡。咁今日思想嘅題目就係哥轄子孫喺抬聖櫃聖物時，需要注意哪些行為？出於對神嘅敬畏我應該謹慎處理哪些事情？鼓勵你繼續用今日嘅經文，喺今日唔同嘅時間去搵空間再繼續默想，我哋繼續與主同行。